盛夏，出生於1999年8月13日。2013年12月，飽受家庭暴力嘅連夜雪喺14歲嘅女面前毒死咗自己嘅老公。司法鑑定證明佢有精神病，已經被強制關押咗3年08個月。第12章瘋人院。第一拍，下晝雨水逐漸變細，變得時時沙沙咁，隔住風擋玻璃就好似有細路仔向住佢屙尿咁。樂園關咗個音響，皮卡停喺樓下，一隻懷孕嘅貓乸喺草叢之中，直頭俾佢迷住咗。爬到7樓，佢以為自己走錯地方，呢個係重刑犯嘅監獄啊，定係銀行金庫啊？猛犬咆哮聲之後，房門終於打開，仲有一道鐵欄杆、鐵鏈同埋一頭紅髮。盛夏，我啱啱由醫院出嚟啊！你嘅醫生話俾我聽，中午你去做例行檢查，情況唔多好啊。係，我知啊，腫瘤迅速變大緊，吞噬緊我個大腦其他部分啊嘛。我就算唔會即刻死，都會漸漸喪失視覺、聽覺仲有行動能力。即係話呢，我即時都有可能變成一個盲佬，一個聾嘅，或者係癱嘅，又或者係癲佬啦。癲佬？你搵我咩事啫？佢望咗一眼虎視眈眈嘅大狗啊！我可唔可以入嚟先講啊？於是盛夏將死神關咗入陽台，打開第2道鐵欄杆。呢棟門就好似飛行喺太空之中嘅堡壘嘅門咁。哇！你間屋一陣怪味嘅 shit。樂園係咁咳，醫生個鼻相當敏感。哎呀，乜 Q 嘅味啊，真係好似哦，你都食過啊嘛？瑞典鯡魚罐頭啊，哦耶！樂園嘅表情即時如喪考妣，即時就想奪路而逃。屌啦，性死妹丁，你口味重唔重啲啊？係啊，想飲咩啫，羅醫生？佢倒咗杯冰水出嚟，仲攞咗罐冰鎮嘅啤酒。喂，腦癌患者唔應該飲啲咁嘅嘢吧？樂園選擇冰水，但係冰水入邊都有嗰啲瑞典鯡魚罐頭嘅臭氣。我同你主治醫生商量過噶啦，我會同佢一齊負責你治療。而家我嚟同你落order，即時執嘢入院啦。超，我都唔想瞓喺病床嗰度死。如果難逃一死，最好死喺南明路邊咪得咯。最好啊，死埋喺新樂園之中摩天輪上面啊！你咁任性啊！細個嗰陣啊，我夠想死喺巴勒斯坦添啊！魔女妹妹啊，唔好發埋晒啲白日夢啦！我嚟揾你呢係有個重要發現嘅。1998年12月南明路工廠爆炸事件啊，當時嘅電視台報道過，晚間新聞亦都有播出㗎。我有個患者喺電視台度做嘢，我呢拜託佢啊，由檔案室入邊啊搞翻錄像帶出嚟啊！咩啊？電視新聞？係啊，今日朝早我將個錄像帶轉咗成視頻文件啊！我覺得歐陽小芝嘅失蹤，仲有高中時代嘅招可明，都好可能同呢次爆炸事件有關啫。仲有佢啊！盛夏指指陽台上面嘅死神，呢隻大狗隔住棟玻璃門，警惕咁望住樂園，伸出佢好長好長嘅脷，以免呢個男人對自己嘅主人有出格嘅舉動。視頻嘅畫面真係可以講得上模糊不清，90年代嘅氣息撲面而嚟。嗰陣時嘅電視台晚間新聞入邊，主持人係着住而家睇嚟真係好怪誕嘅衫，喺度播報住本市郊區南明路工廠喺凌晨發生嘅爆炸事故，造成咗多名工人死亡。記者凌晨6點趕到現場，拍攝咗爆炸之後第一時間嘅畫面。天空變成咗紅色，成條馬路煙霧彌漫，完全俾警察封鎖晒。工廠已經變成廢墟，就好似遭受到2戰空襲咁。只有嗰個大煙囪好頑強咁挺立住，
除咗差人，好多戴住口罩嘅人喺度維持秩序。一具又一具嘅屍體冚住白布被運出嚟，有啲只能夠講係殘缺嘅屍體，或者係隻大髀，又或者係半個頭咁。唯一嘅幸存者就瞓喺救護車入邊，佢係一個年輕嘅女人，睇起身唔過20幾歲，如果抹晒面上嘅血污同埋灰塵，生得都仲算幾好。殘忍嘅記者將個話筒即時伸到佢面前，問佢琴晚究竟有幾多人喺度加班。幸存者嘅眼神好奇怪，閃嚟閃去咁，佢好慌亂，周圍望咗幾眼，跟住黑翻埋眼，好虛弱咁答話：10個人。包唔包埋你呢？係，其他9個都死晒啦，得我一個人在生。自始至終佢都冇正眼再望過佢鏡頭，畫面迅速咁切換翻去演播室嘅主持人嗰度啊！各位觀眾，根據現場初步調查判斷，呢個係一起安全生產事故，係由於工人操作不當導致化學品爆炸。具體嘅事故鑑定結果，本台將會跟蹤報道。而家盛夏嘅喉嚨入邊發出咗大狗警告一樣嘅聲音，將視頻再一次回放到幸存者嘅部分暫停，就好似佢想喺嗰塊面嗰度望多2眼，望到有窿為止咁。佢叫連夜雪啊！盛夏將樂園飲咗一半嘅冰水都飲埋，舉起個玻璃杯狠狠咁向地下一掟，即時玻璃杯粉碎，死神亦都狂叫，窗同牆都即時震動晒。樂園摸摸自己心口話：哎呀，唔得人驚啊你，我送你去醫院啦。佢係我媽。紅頭髮嘅少女講完之後，突然之間就累低喺地，成隻貓仔咁喊。屋企入邊冇剩下阿爸阿媽嘅相，自從阿媽喺呢度毒死咗老豆，所有嘅影像都俾佢一把火燒晒。你等等先啊，盛夏同學，你出世為1999年8月13號噶，啱啱呢段電視新聞係1998年12月20號。正常人懷孕周期係280日，即係9個月多少少。按照呢個時間倒推，發生工廠爆炸嗰陣，你阿媽係啱啱有咗你噃。但係當時你應該僅僅係一粒受精卵，就收埋喺佢個肚入邊嘅啫。收聲啦你！佢唔想聽，佢搲住自己嘅頭髮，眼淚就好似窗外無邊無際嘅雨咁。上晝南明高中電腦機房葉蕭同佢一齊喺悲慘世界嘅書頁之中破譯出咗40個名，最後發現連夜雪，佢已經估到咗80%。點解前面39行都係紅字，而最後一行就係黑字？按照中國人嘅傳統，紅筆去寫死人嘅名噶嘛，咁即係前面嗰39個人都已經成為鬼魂，只有最後一個仲係孤零零咁活喺人世間，佢就係連夜雪。盛夏細個嘅時候，媽媽好中意聽一首歌叫做《冬季到台北來看雨》。曾經有人話連夜雪生得有幾分似孟庭葦。而家呢，阿媽究竟變成點樣啊？佢都冇辦法去形容啦。如果要佢唱首歌，咁就不如改成秋天到精神病院來看雨好過啦。雨中嘅精神病院遠離任何交通要道，四周圍都係荒野。巴比倫城牆一樣咁嘅高牆之上仲有電網。與其話係醫院，不如話係監獄啦。盛夏仰望住門口嘅瞭望哨，就好似遊戲之中魔族嘅塔樓，入邊住住成千上萬嘅大小怪物。門口空地嗰度停咗部黑色嘅賓利，樂園望多咗2眼。靚車就好似衣着清涼嘅靚女咁，總係可以吸引到直男嘅目光嘅。佢將皮卡停喺賓利邊邊，挨住盛夏耳仔邊話：我可唔可以一齊入去啊？好，你可以冒充我男朋友噶。唔知道究竟係邊個嗨邊個有。而
而家嘅盛夏仍然係着住短褲，頂住火紅嘅頭髮，帶住所謂嘅男朋友行入咗精神病院，就好似嚟探個勞改犯嘅家屬咁。啱啱到門口就要登記證件，鐵門突然間打開，出嚟一個男人，60幾歲，頭髮濃密，加咗些少灰白色添。佢着住阿瑪尼嘅襯衫，面孔就好似塗咗一層圓灰色，過目難忘嗰隻。盛夏從來未見過呢塊面，擦肩而過嘅瞬間，對方斜斜咁單咗佢一眼。你係邊個啊？盛夏好唔妥，即時就啤翻轉頭啦，追問咗句：你做咩咁樣睇住我啊？呢個老蝦唔答佢，黑色嘅賓利開到佢面前，着住制服嘅司機落車，幫佢拉開後排嘅車門。賓利發動機嘅聲音真係好 sexy， 就好似蕭康納利或者皮爾斯布魯南嘅嗰種聲音咁，連人帶車迅速咁消失咗喺雨幕之中。佢對住賓利嘅尾燈吐一啖口水，然後進入戒備森嚴嘅精神病院。佢冇睇到所謂嘅天才或者係傻佬，更加冇睇到精神變態殺人狂，一切都好安靜，就好似特殊嘅幼兒園咁，只係所有嘅人都未長大就變老晒。到處都有攝像頭喺度監控住，對於被採取強制措施嘅病人，根據公安局嘅規定，比照監獄嘅制度，係有專門嘅探望室去見面。見到媽媽之前，盛夏淡漠咁話：我嘛有精神病嘅，又係殺人犯。以前我啲同學個個都係咁笑我㗎，你唔驚咩？唉，笑你嗰啲人啊，冚唪唥去食狗屎得啦。好，講得好。佢終於大笑出聲，然後仲要同樂園啪一聲咁擊掌慶祝，叫佢哋不冚家產冚唪唥去食狗屎火鍋。我呢係父母雙亡嘅孤兒，亦都俾嗰班冚家產笑過嘅，我就係對佢哋咁講噶啦。醫生話呢，我阿媽嘅精神病其實有2個根源，一個係精神創傷，二呢就係曾經有過慢性中毒，影響到佢嘅腦神經系統。你又話有人落毒啊？講到腦神經，即係樂園嘅專業本行，佢若然年紀大，恐怕就係一個絕命毒師。邊個知喎？反正佢體內嘅有毒化學元素長期超標嘅啦。我7、8歲嗰陣啊，我阿媽就被確認為有精神病。嗱，當時病情唔係好嚴重，偶然之間發下癲，係咁發一瘋咁啦。例如話講咩有39個鬼魂咁。突然之間，一個女人行入咗探望室嗰度，佢着住藍白相間嘅條紋服，離遠一睇真係好似阿根廷嘅球隊隊醫咁。佢好似而家乜洗完面，仲搽咗啲廉價護膚品咁，頭髮紮喺佢嘅腦後邊。佢年輕嘅時候應該都幾靚女，雙形健絕個女只係遺傳到佢一小部分，或者仲包括遺傳咗佢啲精神問題。關喺呢度好容易令人衰老，就好似梵高當年割咗耳仔之後喺瘋人院入邊嘅自畫像。啱啱滿42歲嘅女人，而家就好似戴住一個50歲嘅面具咁。佢就叫做連夜雪，係武俠小說入邊先至會有嘅名。阿媽，盛夏嘅手抬起咗，猶豫2秒之後，先捉住咗媽媽粗糙嘅右手。阿媽睇到佢嘅紅色短髮，幾乎認唔出個女，皺起堂眉問：你係魔女？你都知魔女啊？係啊，我係魔女，亦都係你個女啫。我係盛夏。阿媽，2個月之前我嚟睇你，話我啱啱參加完高考，成績仲幾好。Sorry 啊，其實我係呃你噶。高考前1個月我就喺南明高中退咗學噶啦，因為我腦入邊生咗個惡性腫瘤，我就嚟要死噶啦。
阿媽，你聽我講啊，如果時間長啲呢，就3個月，快啊，話唔定聽日就死啦。佢用最快嘅語速講出咗呢個殘酷嘅事實。佢個嘴而家就好似加特林機關槍噴射出嚟嘅 BB 彈一樣，手指甲就係咁用力搲入去媽媽嘅肉入邊。沉默，比太平間更加沉默嘅精神病院探望室，企喺角落頭嘅樂園就好似一塊新鮮嘅男性屍體，正喺度觀察住兩個女人嘅細微變化。媽媽伸出騰空嘅左手，撫摸住個女紅色嘅頭髮，佢手指尖係咁摸住佢啲頭皮，就好似想碾死晒佢個腦入邊滋生嘅癌細胞咁。係我對唔住你。連夜樹冇辦法再講多一句話，佢耷低頭喊，而盛夏亦都將自己個頭頂咗喺媽媽嘅額頭嗰度，黑色嘅頭髮同紅色嘅頭髮交纏埋一齊，仲有幾條媽媽嘅白頭髮，真係好似宛如昨日入邊通過太陽穴傳遞意念咁，就好似只有顱骨嘅親密接觸先至可以挖出其他人嘅腦入邊嘅秘密。有人話他人即地獄，咁即係其他人嘅腦袋就係地獄嘅靈魂呢？自從進入咗宛如昨日，佢對呢樣嘢深信不疑。話俾我聽，話俾我聽啦，阿媽。頭皮冇辦法傳遞意識嘅，佢唯有喺媽媽耳仔邊話：1998年啊，到1999年之間，喺我出世之前，即係我仲喺你個肚入面嘅時候呢，究竟發生咗啲乜嘢事啊？求下你啦，媽媽。你從嚟都冇講過嘅，你喺南明路工廠嗰度返工，就更加冇同我講過半句。你係爆炸事故唯一嘅幸存者啊！無論盛夏點逼問佢，點樣戳到佢媽媽嘅痛點，都係冇得到回音。只不過連夜雪滾燙嘅眼淚已經浸透晒母女兩個嘅衫。至少對於呢一切嘅問題，阿媽都冇否認過。盛夏揞出紙巾，抹咗媽媽面上面嘅鼻涕同眼淚，跟住又抹埋自己嘅。佢將角落頭入邊嘅樂園掹過嚟，話：阿媽，呢個係我男朋友，佢嘅樂園啊！連夜雪即時望望呢個男仔嘅面，咬牙頭話：啊，你都幾靚仔喎！係咩？樂園第一次顯得好靦腆，好怕醜。為咗偽裝得更加似，佢輕輕咁捉住咗盛夏嘅手，仲做出咗十指緊扣嘅姿勢。係啊，仲有一件事話你知啊，琴晚呢，我唔再係處女噶啦，阿媽。盛夏將個頭擺咗喺樂園高高嘅肩膊之上，畫風又即時變成一個甜蜜女聲。媽咪啊，你唔為我開心嘅咩？咁樣我死嘅時候就唔會有遺憾啦嘛。佢阿媽仍然係黑埋眼，乜都唔睇，乜都唔講。護士行入嚟提醒探視時間結束。病人呢種表示即係拒絕再溝通，話唔定就準備發病。行啦，我哋走。樂園係咁扯住佢嘅手，想掹走佢。但係盛夏乜都唔講，一個泰拳動作就擊倒咗佢。當佢累喺地下嗰度抹鼻血嘅時候，呢個18歲嘅紅髮少女緊緊咁攬實自己嘅媽媽，泣不成聲。強壯嘅男護工入嚟，將連夜雪帶咗入病房。鼻哥窿入邊執住餐巾紙嘅樂園拉住盛夏，亦都行出咗探望室。迎面行嚟咗一個醫生，叫出咗盛夏嘅名。佢係媽媽嘅主治醫生，將盛夏佢哋叫到入 office， 揞出咗一副藍牙耳機。盛夏睇到咗呢一個宛如昨日嘅 logo， 即係流星雨下邊嘅黑色孤島。醫生話最近1-2個月，每到深夜嘅時候，連夜雪就會戴呢一副藍牙耳機，每次1-2個鐘咁耐，有時痛哭，有時傻笑，仲有時就好似死人咁沉睡住。醫生誤以為佢自殺，先至沒收呢部手機。而被強制採取措施嘅精神病人係冇可能
有手機用，但係佢居然性賄賂咗一個男護士，即係上床啦，由此而得到咗一部具有藍牙功能嘅手機。咩話？我阿媽佢冇搞錯啊！為咗喺犬儒昨日入邊玩遊戲，居然賤到好似隻狗乸咁，唔係啊嘛？醫生啊，我可唔可以將呢個藍牙耳機攞走啊？盛夏用哀求嘅目光望望醫生，佢話自己已經有腦癌噶啦，請醫生同情下佢。呢一種廉價嘅同情，即時就令到醫生同意啦。我阿媽點解會得到呢個藍牙耳機嘅呢？我點知啊？我仲以為你送俾佢嘅添。咁可唔可以睇睇最近嘅探視記錄呢？於是而家佢哋睇到記錄，盛夏上一次嚟精神病院探佢係7月2號，之後記錄係一直空白，除咗個女，正常都冇其他人嚟探望連夜雪嘅呢。而喺7月30號，突然間跳咗一個熟悉嘅名出嚟，焦可明。焦可明，連夜雪，連起身啊！盛夏講。盛夏而家激到一腳就喺醫生嘅辦公室牆面嗰度踢咗個坑出嚟，用腳板底都可以估到焦可明係以個女嘅老師嘅身份嚟探視嘅呢。佢一定係同佢阿媽講咗啲乜嘢，已經隨住滅門案嘅發生而死無對證噶啦。除非佢阿媽願意開口，雖然探視之前都要檢查下有冇違禁藥物或者其他物品，但係藍牙耳機顯然係不在此列嘅。焦可明將佢送咗俾連夜雪，話唔定仲教識佢使用嘅方法，令到佢初次體驗咗宛如昨日嘅神奇，揾翻發生喺1998至1999年嘅記憶。媽媽收起呢一副藍牙耳機，跟住就同護工上床，而得到咗一部手機，每一晚喺精神病院入邊自己體驗，話唔定佢都上埋癮添。喺宛如昨日嘅遊戲世界，鬼人知道嗰啲所謂嘅怪物同人有邊一個係連夜雪嘅分身咩？告別嘅時候，醫生又話：真係奇啊！今日你哋嚟之前，仲有人嚟探望過你阿媽，你哋識嘛？係唔係嗰個老坑啊？係啊，佢話係你哋屋企親戚，但係以前從嚟未嚟過。你阿媽啱啱見到佢嗰陣都幾正常，但係講咗幾句嘢啫，佢就嚇到咧，匿喺個台底唔肯出嚟，話有39個鬼魂乜乜乜咁。呢個老坑一無所獲咁就走咗啦。毫無疑問，就係喺精神病院門口撞到嘅嗰個老坑，坐喺黑色賓利入邊嘅嗰條友。你有冇登記佢個名啊？1分鐘之後，盛夏喺門房登記簿嗰度睇到咗上一位探望者嘅名，左樹人。黃昏，雨停，夕陽亦都出嚟啦，金光燦爛咁追住個車劈劈。葉蕭將部車開上咗一條空曠嘅公路，行人路上面嘅樹就好似魔術師嘅道具咁，排列成超現實主義抽象畫。無數個盛夏喺度尖叫，無數個紅色短髮嘅魔女由內部撐爆佢嘅顱骨，除咗紅色，眼前仲交替住黑白兩色，駛入宛如昨日一樣嘅幽深隧道，就好似遊戲世界冇辦法喺佢腦海之中驅逐。方向盤係有啲控制唔住，佢左邊嘅轆已經撞到隔離欄，傾斜住疾馳咗幾十米，強行拉手剎停低，車頭已經刮咗一層漆出嚟，個轆再偏幾毫米就會衝破隔離帶去對面嘅車道，同對面嘅車迎頭相撞。葉蕭將部車停喺野地之中，額頭放喺方向盤嗰度，深深咁呼吸。因為複雜嘅案件，佢有失眠，佢惡心，佢幻聽，佢幻視。為咗強化記憶，仲戴住藍牙耳機，結果佢嘅記憶力更差。佢喺公安嗰個會議嗰度，居然當眾叫錯咗局長嘅名，結果幾十人鴉雀無聲。
佢明啊，宛如昨日一旦深入大腦，就會令到人深度上癮，如影隨形。佢而家打開個車門，踎得嚟嘔，好似又食咗一次鯡魚罐頭咁，望住地下呢一紮金黃色嘅污糟邋遢嘢，佢腦入邊突然間諗嘅係盛夏嘅面龐，又冇人幫佢算個命。佢個命格兇險到，只要多睇多佢一眼就會大難臨頭。嗱，佢最好個 friend 為咗同佢慶祝生日而被奸殺啦，佢個老豆呢俾自己嘅老母毒死咗，而阿媽就即時被關入精神病院。唯一識得欣賞佢嘅計算機老師全家俾人滅門，唯一能夠同佢共同生活嘅係嗰隻黑色嘅大狗，因為佢係死神，佢見證過幾任主人嘅死亡。幾個月乃至係幾日之後，佢好有可能會目送盛夏喺腦癌之中死去。不過佢又真係好聰明嘅，呢個18歲嘅靚妹係一個天生嘅偵探，佢有驚人嘅記憶力，佢個腦本身就係一個宛如昨日嚟。今日朝早，葉蕭同佢一齊根據悲慘世界破譯出咗招可明寫牆上面嘅40行數字。根據調查報告，1998年嘅12月，南明路工廠爆炸事故當晚係有10個工人喺度加班，其中一個人操作不當，添加咗超過劑量嘅醫藥化工原料，導致連鎖反應，幾乎成個工廠都被炸為廢墟，只有個大煙囪保持完好。9個人當場死亡，唯獨一個年輕嘅女工正好因為去咗廁所，所以躲避咗呢一次爆炸嘅衝擊波，幸存咗落嚟。報告附件記載住每一個死者嘅名，包括有包海、呂敏前、狄若靜等等等等。葉蕭記住呢啲名，總共係9個死難者，正好對應住嗰39個名，從第一到第9個。呢9個人嘅家屬分別獲得咗工廠支付嘅10萬蚊嘅賠償，擺喺今日應該係一錢不值嘅，但係喺90年代真係好大筆錢嚟嘅，相當於佢哋5、6年嘅工資。然而由第10個名開始，直到第39個名，葉蕭喺報告之中嘅任何角落頭入邊都冇揾到。喺南明高中電腦機房39個名嘅牆上面係用紅筆寫出嚟。葉蕭有理由相信後邊嗰30個人就係同前面嗰9個一樣，已經成為咗鬼魂。至於最後呢第40個名，亦都係唯一用黑筆寫出嚟嘅，就係連夜雪。根據報告，真係有呢個人，佢就係爆炸事故唯一嘅幸存者，當年係剛剛23歲。佢生於1975年，老家係喺西部某省，只有初中文化。喺96年嘅時候，佢嚟到呢座城市，進入咗南明路嘅工廠上班，做個倉庫管理員。1998年12月，佢喺爆炸事故之中死裏逃生，冇幾耐就嫁咗俾一個姓盛嘅本地男人。喺民政局嘅結婚登記日期係1999年嘅4月1號，呢個唔係愚人節嘅玩笑嚟。就喺4個月之後，8月13號，連夜雪生咗個女，就喺南明路附近嘅醫院起咗個名叫盛夏。嗰一日正係盛夏時節，亦係英仙座流星雨光臨地球嘅日子。顯而易見，連夜雪係奉子成婚。98年嘅12月，盛夏已經喺娘胎之中㗎啦。佢亦都經歷過南明路嘅工廠爆炸。呢一粒啱啱喺子宮着床嘅胚胎，就好似一個螺絲仔或者係龍蝦仔咁，就係喺呢個爆炸事故之中嘅第2個幸存者。連夜雪、盛夏、歐陽小芝、歐陽樂園、招可明、宛如昨日、左樹人，呢條漫長嘅鏈越嚟越完整同豐富，鏈條同鏈條之間嘅名同埋面孔亦都變得越嚟越清晰可辨。真相已經呼之欲出啦。葉蕭重新打起精神上路，天黑之前，精神病院遙遙在望。
田野之中嘅大槐樹上面企住一隻孤零零嘅烏鴉。原先空曠嘅郊外公路迎面開過嚟咗一部深藍色嘅皮卡，就喺佢嘅白色大眾身邊呼嘯而過。對面副駕駛位嘅車窗嗰度係坐住一個紅頭髮嘅女仔。樂園冇注意到啱啱擦肩而過嘅嗰部白色大眾，只有剩下降低嘅車窗，將個頭伸出去望咗一眼。好似有啲眼熟咁喎。今日係咩日子？所有人都逼晒嚟呢度，或者到咗夜晚，從趙本山到 Big Ben， 再到柏麗斯希爾頓，最後係黃思聰，冚唪唥都要逼爆頭走嚟精神病院探視。而家諗諗，連夜雪呢個名都幾適合做個網紅嘅。我親愛嘅媽媽，你一定要活得比我更長久。我會喺天堂，又或者係煉獄之中祝福你。喂，你自言自語噏乜春啊？樂園一路開車，一路將時速提到70公里。冇嘢啊，佢關埋車窗，吐條脷。我自細就有啲自言自語嘅病㗎啦，有時半夜三更喺屋企，我老豆都俾我嚇到半死，然後咪一巴二巴刮到我想死嗰隻。佢話我瘟神嚟喎，就好似我阿媽咁，身上面黐住啲唔乾唔淨嘅嘢咯。咁你憎唔憎你老豆啊？以前我憎到佢入骨啊！若然我阿媽冇毒死佢，我諗遲早都輪到我毒死佢㗎啦。我都幾多謝我阿媽子嘅，應該講佢幫我殺咗嗰個男人，係佢代我㗎。若然唔係，我咪會變成一個殺人犯，俾關喺監獄或者精神病院入邊嘅嗰個女人，本嚟應該就係我剩下啦。係我阿媽用啲毒藥嚟拯救咗我。聽到呢度，樂園無言以對，其實係心驚肉跳。身邊呢個女仔，任何人都惹唔起佢，分分鐘會將你好似個老鼠咁毒死。剩下跟住又擺咗幾個泰拳嘅 pose 話：喂，嗱，呢啲嘢咧，淨係同你噏噏㗎咋吓？若然葉蕭喺身邊咧，我啊唔夠膽出聲。你同葉 Sir 喺埋一齊嘅時間，好似比我多得多吧？哎呀，你呷醋啊！我係你嘅女朋友咩？你係我假男朋友啫噃。樂園實在忍受唔到，費事聽佢講嘢，於是就打開車載音響，播放舒伯特嘅《死神與少女》快版 D 小調奏鳴曲式，有2把小提琴，1把中音提琴，1把大提琴，40隻手指就好似死神嘅腳步咁，同音反覆，係低音區陰暗合影。少女驚恐、慌張、尖叫，無力抗拒深海長眠，終於剩下唔再出聲。南明路上